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7月25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，我是苏眉。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。指挥中心宣布讲，国产疫苗高端加入公费注射品牌，而且嘛开放2个档次无同款的疫苗。转来关心国内疫情，今日国内增加12例本土1例带病入境，而且无增加新的死亡个案。另外，指挥中心是宣布讲，国产疫苗高端加入公费注射品牌，而且嘛开放2档疫苗会当做无同款的牌子。目前是规划第1类到第3类，第1档次 AZ 的民众，当8礼拜了后，会当接莫德纳也是 BNT。国内疫情各增加13个病例，其中本土12例，境外移入1例，死亡人数是0。这是3级警戒以来第一摆无增加的死亡案例。不过本土病例当中，台北市也有7例，新北市有5例，其中感染源关联无清楚1例。这也是算是近来在这种关联不明的相对非常少的一次。换句话说，整体的疫情在目前来讲是将来在一个可控制的一个情况。本土疫情等候，国内疫苗注射率也超过26%。卫福部预防注射委员会 ACIP 开专家会议，经过辩论讨论，已经认同2支用自无同款牌子的疫苗，初步建议第1到第3类做过第1支 AZ 用自8支，不过要隔8礼拜以上第2支用自 mRNA 疫苗，什么时阵实施要搁讨论。这不是说即日起实施，这是给我们指挥中心一个实施的方向。他建议就是说，这也要相隔8周以上。那是针对的目标群先以1到3类来做考虑。另外 ，ACIP 也决定将高端疫苗纳入公费注射计划，但市场表示，到时阵疫苗有药平台要重新设计，也要看高端疫苗到货量，才决定什么时阵开始做。ACIP 它当然有一些讨论也就是说你对 mRNA 或者是就是说腺病毒这些相关的如果你有过敏或不适合的情况下，那这些族群是不是可以来优先？全台依然有超过7万剂莫德纳疫苗要到期，但市场表示，疫苗回收计划只是一个备案，而且已经甲地方政府确认，拢表示会在原定规划当中支援所有疫苗。不过，但市场表示，若计划不如预期，在中央到3港消化队启动疫苗回收备用计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日台北增加7例新北5例，其中1例台北的病例捌去过士林市场、捷运西门站、台北车头站，还有台电大楼站，观众朋友都要特别注意。另外，虽然7月27警戒都要降级，不过新北市的餐厅是无要开放现食，所以新北市就推出补助的方案。新北市新增加的确诊5例内底，有2人是特殊隔离检查阴转阳，另外一个住伫个三重埔的个案，捌伫个台北车站做清洁工，是毋是有接触过台北车站工作上的确诊者？即阵也伫调查感染源。所以今天5个人里面，除了1个感染源在台北车站的职场有接触到确诊者，我们积极在调查这2个确诊者是否是感染源的源头。那其他的都已经理清楚。3级的警戒要降做2级，新北市维持餐厅内底无内用。根据统计，新北的餐饮业在3级的警戒期间，营业额损失60%，每个月损失有46亿。对此，新北市对着辖内17000间餐饮业者推出防疫补贴的计划，每一间用补贴3000块。另外，校友2也宣布27开放2765间补习班服务，同时安排大约9000个补习班员工注射疫苗。外界关心9月是否到如期来开学，校友2强调9月初伊是规划开学的时间点，2、6、8月连续3天安排18000个公司立各中高中的教职员工注射疫苗。另外，台北市新增加7例确诊者的卡列包含士林市场、捷运西门站、捷运台电大楼站、台北车站、嘉乐福等。特别注意的是，有2个确诊个案是代替便所、清洁工、工作场所拢已经完成消毒。在台北市美术馆有确诊者的卡列，北美馆2号宣布紧急来休馆。另外，卖票人可能接触确诊者会扩大采检验票员、卖票口的人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内疫情稳定，嘉义新港洪天宫的防疫计划嘛已经通过啊，即嘛已经开始开放民众入去庙内参拜。
总算会当你拜庙内底拜拜，等2个外位信众感觉心情真好。觉得太久没来了，然后又在家关了2个多月吧。对，然后出来透透气，然后到庙里面走一走，还蛮喜欢，感觉真欢喜。当干妈祖安尼见面啊，上会。嘉义县新港洪天宫7月19提报予主管机关的防疫计划，23审核通过了后，开始会当入去庙内底来拜拜。洪天宫表示，除了实验制、动体温定时消毒，搁爱人流控制，保持社交距离。其实没有很明确的清楚的知道说今天开放，只是刚好这么凑巧是妈祖保佑，所以我们就进来。跋杯吼，拢有酒精，啊，阮跋杯，阮的服务人员哦，每1点钟拢会消毒1摆，喷1摆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禁止民众来到这，只会当伫临时祭拜的所在拜拜。洪天宫讲，为未解封迄天开始，信众就一直希望庙方会当全国开放。即马防疫计划已经开始执行。希望信众会当伫安心佮安全的环境进行宗教活动。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。指挥中心宣布讲，警戒降级了后，入红的店只要是有人顾店，会当管制出入的人数，加强消毒，就会当营业。不过对侪业者来讲，这款的成本实在伤过悬呐。而且嘛，质疑讲，无人顾的店头是满世界，为怎样敢若针对因来做管制咧？没有。一台一台的入红仔机，电火拢无倒，内底空。因为疫情，开红仔机店的拢已经停困2个月过。中央宣布2级警戒，7月27开始，业者只要伫咧营业时间有派专人伫咧现场，加强人流管制，甲环境消毒，就会当重新营业。不过对24小时做生意的业者来讲，开销实在是伤大。估计如果说请人的话，如果以3个人来讲的话，一个月应该租个夯不啷当7、8万掉吧，一定会入不敷出的。业者表示，希望这2个月中央无收5、6税甲营业税，不过要是有袂少人因为店租甲机台租金纳袂出来，拢已经退场啊。要业者即期1点钟若有3、4个人来入红仔，安尼就爱偷笑啊，群聚的机会根本无大。大家讲完就出来了，那可能短短的1分钟、2分钟。像一些自助洗衣店或者是洗车场，他们本身其实也是属于自助式无人商店，像他们也没有所谓的专人在控管。自本夜间降级就会当回归正常，回来开店。业者要是希望中央会当重新思考，互因较好过日。记者阿敏珍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明仔载的天气是安怎？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。北部地区27度到37度，中部地区26度到36度，南部地区26度到33度。东部地区27度到35度，外岛地区27度到35度。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。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，我是苏眉，晚安，再会。